另位是性别是偏那二条散项，项顺的书呢，写咧动倒的拍号语比较为作定。不过，免系读者又会拍的。从两张就会贵姓会抢的抢号语。第一看到两米就跳海水。抢号语伫本类学来讲，算系入口的调。记了伫台湾有流调，咪就过紧调。外形看起来，其实老人会从入口的调当唱，该唱系热歌。热歌算系台湾最普遍、咪最好看到的入口调之一。平常凊彩只有的笔筒，还系好吧，全看得到记到，直接为点点体能，最来食。另一种诶，按照字学语，其碰顺诶，系其蛤蟆台调子，记到伫台湾非常少。过去2000年尾，记到系罕见诶动后调。不过，伫2020年开始，煞变流调咧。因为宜兰当年就发现，记到直接为传台。另一则系废学语，台湾提醒水台入口调语，水果做得超过1年。记到是台湾当普遍动调，因为水好是所以专门伫实体固性。第一片柜台青伫枫树那固性呢，全部系入口的调语。过去农业时代看到强劲到脚冲冲、贵姓拍的入口调语，全部按照拍号语。其实拍号语有当多种，像两种就会做天人最熟悉的调咧，网头拍号语。记到翻出去的时间，头脑会变懵，因为专门是葱啊，所以头牌记到葱头会添来牛。也虽然冇牛好添嘞，不过问题个无记，电到还拿到葱好食。另一种诶，按照网水拍号语，看名树底记到的水系黄的，伫台湾系高紧调当少。那另外一种从头看得到的是拍号语当唱，是长伫水的色，头那么老脚骨的太色记无强浪。我了两则味道的对这玩家运用慢本，所以不是本的，就看记了表演对就好。另一张就会是拍号语，你看这水系雾的，记到水强的就会用脚伫水肚内戳，按因老学出来。不过正式讲，老头前介则网水拍号语食材当唱。另一则系重号语，意思就系重型的拍号语。有看到这水多雾啊，看到这雾水多，就知伊系重拍号语咧。不过假使拄到柜台前的强浪，地图就一张重拍号语，其他全系台拍号语，有看出来吗？还有两张就会台拍号语咧，强劲喊冲哈，冇唔错，记到就会入口的调地图，强劲水冲，新春水果的调。水妹、枪妹、水通度有几多种的拍号语，看得出来吗？